好，歡迎大家嚟到聽呢個簡介會。我哋呢個項目咧就係去南京做深度旅交流嘅，同埋做實習嘅。咁而贊助單位咧就會包括民政同埋青年事務處啦、青年發展委員會啦、同埋政府資助計劃嘅。好，咁咧我哋有兩個版本嘅，呢個咧就我而家呢一個咧就係短嘅版本，咁另外仲有一個長版本咧就差唔多40幾分鐘嘅，咁嗰個如果大家想詳細啲聽咧，就可以睇嗰個版本。咁但係起碼呢度初步咧，我哋會介紹一下咧，就幾樣嘢，我哋嘅基本外機構啦，點解要去南京啦，同埋大概內容係咩啦？OK，好，咁目標咧，其實我哋就希望大家能夠擴闊自己嘅眼界。未去過南京嘅同學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去南京睇一睇，究竟佢哋同香港有啲乜嘢分別？咁而同埋咧，通過呢一個比較咧，就大家可以更加清楚見得到，其實而家你喺生活上面，你點面對你哋嘅挑戰嚇？嚟內地嘅同學幫你去爭工作，或者係其他內地嘅工作機會，你點樣去把握？咁呢個都係一啲可能性嚟嘅。咁而另外就大家應該點樣去享受你哋嘅生活呢？即係你點樣去掌握到喺大灣區或者係內地或者係香港嘅一啲生活機遇呢？咁呢個就大家各諗啦。咁而我哋呢個計劃呢，有個主要特點呢，就係我哋係有實習成分，亦都有文化參觀成分。咁所以咧喺實習成分咧就可以滿足到某啲大學嘅department 嘅一啲 WIE 要求。咁例如如果係理工大學嘅紡織製衣系嘅話咧，咁我哋就呢個 program 係完全可以滿足得到佢哋嘅 WIE。咁而至於其他嘅 department 就因為可能性好多，我哋呢度咧就唔敢保證話一定得，咁但係起碼係一個可能性啦。咁最主要就係今次大家去睇嘅話咧，就係睇香港同南京文化差異，大家嘅工作環境嘅差異。咁通過觀察，大家就可以問到啲好嘅問題啦。嗱，咁南京點解要揀佢呢？因為佢一個六朝古都，係好多文化內容同埋人嘅素質係比較高嘅。咁而同埋咧，南京亦都有特點咧，即係因為佢哋係以前喺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打內戰嘅時候咧，佢中華民國嘅首都就係南京。咁當然因為後期佢哋打輸咗啦，咁就變咗就退咗去台北，即係台灣。咁而家個首都就喺台北啦。但係大家就要有個特點啦，就係其實係國共內戰其實係未曾打完㗎嚇。咁而至於南京同香港有咩關係呢？就係因為香港點解要割咗俾英國呢？就係因為南京條約。咁呢度呢，就大家有機會呢，就可以去睇睇嗰啲資料啦。咁而南京同台灣最主要嘅關係呢，就係因為國共內戰仲未打完，咁所以呢，喺南京現時其實仲有好多嘅居民呢，佢哋嘅親戚其實喺台灣嘅，其實亦都有啲係好似同福建啊嗰啲省份有啲類似嘅，即係大家其實係撈得好埋嘅，好難分嘅，其實好多嚇。好啦，所以南京就對於香港嚟講咧，亦都有好多啲參考價值嘅。咁而好啦，去到交流團嘅重點啦。咁到時嘅大家嘅工作咧，就係主要嘅形式就應該係一個 management trainee program 嘅形式。咁就係可以有機會去睇到唔同企業嘅唔同嘅嘅部門啦、子公司啦。咁同埋亦都會有一段時間一定係工作㗎啦。咁而呢個就主要係由公司最後決定，因為我哋係唔止一間公司嘅。咁所以每間公司嘅內部運作最後係咪全部都係做工作呢？咁呢個就要由公司自己本身決定。不過一定我哋係會要求佢哋起碼都會有啲唔同嘅部門嘅參觀，就俾啲同學大家可以見識得多啲。咁而週末暑假咧，大家肯定啦，文化參觀，OK。咁文化參觀通常就包括以下啲主要景點啦嚇，咁紅色嗰啲比較重要啲啦。大屠殺紀念館啦，南京條約資料館啦，而紅色點解我哋有個織造博物館呢？因為如果係紡織製衣嘅同學咧，呢啲係必定要去啦。咁其他嗰啲咧，有啲係展示佛教嘅生活啦，有啲係南京嘅生活啦，咁有啲中山陵就係孫中山先生嘅陵墓。咁呢個就展示而家今時今日誒
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台灣本身中間呢個關係，佢哋係點樣去睇孫中山先生呢一件事嘅？OK，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有機會去睇。Alright，咁至於產業裡面內部參觀呢，就呢度我哋要待確認啦，我哋就時間太早，我哋就暫時唔公開住啦。咁而學習目標亦都好清晰嘅啫，就係大家揾機會比較下南京文化、香港文化，揾機會去睇下南京企業嘅運作與職工培訓，同埋佢哋嘅員工嘅生活方式。咁而我哋呢度就會有一個主要介紹嘅企業咧，就叫做蘇豪控股集團。咁因為呢個企業本身佢哋做絲綢為主，但係咧佢係大到不得了嘅，佢其實係乜嘢好多種業務其實佢哋都有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呢個簡介會咧就會係特別刻意寫明，如果有同學本身係同做嘅學習係同文化有關係咧，其實都係可以適合到去參加我哋呢一個交流團嘅。譬如你讀時裝設計當然啦，甚至乎你讀語言啦，你讀歷史啦，你讀設計啦，讀藝術啦，呢啲冚唪唥其實都得。哲學啊、宗教甚至乎政治啊，其實都未嘗不可嘅。OK，咁反為最後咧就係需要我哋會知道最後揾到啲乜嘢嘅工作單位，咁同大家做一個配對，咁成功嘅就大家就可以去南京玩啦。OK，好，咁而其他企業嗰度咧，暫時我哋就未曾能夠有一個好詳細啲公佈啦。但係喺面試嘅時候咧，就會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嘅。咁日常生活安排好簡單啫，酒店就揀咗啦，一定係呢間叫中興和泰。咁原因就亦都好簡單，因為佢哋喺蘇豪隔離。咁而一般生活安排，工作餐午餐一定係公司會安排，早餐酒店搞掂，晚餐就我哋會安排。咁或者如果大家當時係已經係做緊呢啲參觀活動啊或者咩咧，咁就可能個晚餐就喺外面食，如果唔係咧就喺酒店食。咁而我哋有個特別晚宴嘅，咁就喺晚宴嗰度大家就要做一個 sharing 啦。咁而同埋如果有同學係要做 WIE 嘅話咧，咁就記得帶表格上去。咁同埋就最好係翻落嚟香港之前就揾人簽晒佢啦。咁啟程前有講座，回來之後亦都會有個分享會。咁同埋咧，就學生可能會需要遞交報告。咁呢個就睇下你哋自己本身department 學校嗰度有咩要求啦。咁而檢討方式就最重要一點咧，就係我哋有個自我評估嘅，就係到時我哋有個 questionnaires 俾各位同學填，因為呢個填完之後咧，我哋就會交翻去俾政府。咁政府如果覺得我哋安排活動做得好咧，咁明年我哋又會繼續有錢。咁你哋啲學弟學妹咧，又可以繼續再去南京玩啦。咁溫馨提示就係成個行程，機票、酒店、飯錢、運輸費，即係包括啲旅遊巴啦，或者你翻工搭的士、搭地鐵啦，呢啲費用，文化景點門票、旅行保險，全部政府都包晒㗎啦。OK，咁而申請時間就3月24日截止，我哋只係做1 round 嘅啫。咁面試就29號，我哋會分2節，朝頭早同晏晝。咁到時咧，能夠現身就現身，唔能夠現身咧就 Zoom meeting。OK，面試結果3月31號就已經會正式通知。通知嘅時候咧，如果已經係 match 到企業同埋崗位嘅話咧，我哋就會喺你嗰個offer 嗰封信上面咧，就會註明埋呢啲細節㗎。如果暫時未知道邊一個部門，只係知道企業咧，咁我哋會寫企業嘅名。咁同埋你應該大概嗰個工作大概工作嘅範疇應該大概會知嘅。Alright，咁跟住去到嗰陣時咧，大家就會有幾日時間考慮要唔要接受。咁如果係接受嘅話咧，咁就要喺4月4日之前咧就要交 deposit。同埋我哋另外到時就會有多一啲表格要俾大家去填嘅嚇。咁而呢個 deposit 有啲咩用咧？就係最主要就係我哋要考慮翻，如果有人係半途退出嘅話咧，其實航空公司係會罰改機票嗰張機票改乘客名要罰錢嘅。咁你哋個押金就會係咁樣用啦。咁如果順利完成之後咧，就翻嚟之後嘅1個月，我哋就會還翻啲押金俾大家。
嚇，咁申請表就喺呢個下面討論區嗰度就有 link 啦，或者係喺個 poster 上面其實都已經有噶啦。好，咁呢個聲明就係例牌啦，政府要求即係話內容全部都同政府冇關係嘅，係我哋呢度主辦機構嘅立場嚟嘅啫。好，咁睇完呢個簡介之後咧，就麻煩大家按嗰個讚啦，因為咧我哋希望做翻一個統計，知道有幾多人睇過呢一個視頻，咁同埋另外我哋就會比較睇有幾多人係會去做報名。咁呢度 OK，咁就多謝大家啦。希望大家到時多啲報名，咁同埋另外咧就我哋會報咗名之後咧，我哋就會喺 interview 嗰度見面啦。如果大家想睇多啲詳細啲咧，我另外做一個視頻，但係嗰個咧就會40幾分鐘嘅，就會詳細好多介紹呢個。咁而家呢個短嘅咧就到此為止啦，拜拜。